往年好多港澳街坊過中山置業，大多優先揀新房，但今年越來越多人轉向二手現樓筍盤，主要有三大實在優勢。第一，零期房風險，二手房係現樓，採光、朝向、小區環境一目了然，唔使等收樓，杜絕爛尾、貨不對版嘅隱患。第二，配套十分成熟，筍盤大多係成熟社區，商超交通一應俱全，自住養老舒適，出租流通性亦更加穩定。第三，性價比高，好多業主急售讓利，房價回歸合理水平，係近幾年難得嘅入手窗口期。好多朋友擔心睇啱屋，交埋佣金，最後交易唔成，白白虧損。貝殼有實打實保障，交易不成，佣金可退，唔係口頭承諾，係平台正規服務。客觀原因無法過戶，可申請全額退佣，搭配真房源賠付、資金監管等全套安心服務。港澳朋友中山置業更加醒心穩妥，港人置業中山揾貝殼，中山租樓買樓揾貝殼。